有長者認為現時居住環境越嚟越少，子女結婚之後，即使想父母同父母一齊住，亦都有困難。即管話政府喺政策上鼓勵家庭同長者同住，但暫時只係對公屋輪候者有效。有長者覺得依家買樓居住環境越嚟越細，就算一家人想住埋一齊都好難。入老人院呢條路呢，好多長者都話行緊㗎，冇得變嘅。三代同堂有冇可能呢？冇啊嘛。特別而家住嘅地方係好細㗎嘛，係咪？另外，公民力量舉辦圓桌論壇，探討長者權益綱要法。有前線社工講到，清官難審家庭事，但當局有需要清楚指出邊個有權為長者處理問題。子女有嗰個供養父母嘅責任或者義務喺度嘅，咁但係子女唔供養佢，甚至乎呢係挪用咗佢嗰啲財產。咁佢唔去達至一個照顧佢嘅時候，咁遺棄咗呢個老人家。咁如果社會上我哋出現呢咁嘅個案嘅時候，係咪如果父母唔提出起訴嘅時候，咁呢件事就唔去處理呢？另一位與會嘅科大助理教授譚志強認為，點樣落實法律先至係本澳一直存在嘅問題。佢舉例，已經有法律保障傷殘人士，但方便出行嘅無障礙措施仍然係唔夠。實施長者權益綱要法嘅時候，應該要改善呢一種不作為情況。澳門電視台記者陳永輝報導。